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喜来嘅节目。今本嘅老大家来小解马莎咧，我係講係重量級嘅呢個客家歌手哦，哇，到去年嘅台灣嘅演唱流行比賽，佢都得到首獎，又得到佳作，係馬莎咧夾夾啦頒獎之後，佢都成嘅，大家都動手了嘅。吉娜罐子，吉娜罐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吉娜。海關咧，新年快樂！新年快樂！音節好，新年快樂！新嘅音樂又到誒哈，有沒有覺得很有精神、很有精神嘅感覺？有哦，1月1號呢，有沒有萬象更新？聽人講嘛，眼都亮了。其實公司才發哈，因為我認識吉娜罐子也不是第一天，沒聽你。可是我很喜歡同吉德的大嘴鼓，為什麼？因為他們兩個真的默契很好，大家會按有名哈，而且就是感覺上很開朗，親樂廣給兩個人。有這種感覺，很樂觀的兩個人，就很正能量。有嗎？唔好叫相親叫啦。我的能量就穿的衣服這麼黑。你看你6傻就會按搖你哈，同吉到大追鼓嘅時間，那個氣氛就很歡樂哈。不過哈，除了哈，恭喜大家新年後之外哈，還加創嘅事情係恭喜你們，恭喜！終於啊！怎麼樣？這怎麼樣？台灣原創流行歌曲大賽入圍2樣得獎首獎提名，做2個，還有佳作，還有獻唱嘅表演獎。有乜嘅感覺哦？當然係得太多獎沒有 feel 啊！沒要不要分享一下？其實這種參加比賽應該係用講話，你有作品做得參加比賽。其實參加比賽係平常心來講，係啊，這種當然係錦上添花啦。不過最重要嘅事情也係有倆作品出來，係啊，咩希望大家做得堂堂無強樣嘅客家歌。真嘅，阿關你咧，你有冇什麼樣嘅感覺？就是很高興之外，還是很高興。有獎金，獎金拿到嘛？拿到了啊！可是用嘛？當然啦，你當然沒有神法啊，係嘛？唔講為什麼哈？其實以前聽吉娜唱歌嘅時間啊，就是說哇，好陶醉，好好聽哦。唔過有一擺係錄嘅音樂專輯嘅時間，有冇睇獻唱？因為6樣嘅時間其實要青島擺1次2次，每一次你唱的時候，旁邊就有人說：現在是放 CD 嗎？我說唔睇獻唱。對嘴。唔過公司才發6樣嘅時間，有時候第一遍可能你不一樣的因素，可能要重來一次，聽第2遍也可能要重來一次，可能聽3遍，你真的親厲害，你到了第3遍還是跟放 CD 一樣有青島嘅狗數衝到最後，因為那本來就會傷嘛，對不對？會覺得喉嚨會有點緊緊的，會有一些好像累累的，你都唔會因為上海嘅叫從頭做得下班啊。我知道，我感受到那個現場的工作人員他們的期待。冇啦，其實就會你從狗真緊，像放 CD 一樣哈。不過今日真緊清房可以邀請吉娜罐子來到亞片哈。2位的為什麼我說2位很有默契？因為其實你們這一次參加安永嘅比賽，安永嘅狗 Q， 其實是你們是魚幫水，水幫魚。有時候作曲作詞互相幫忙，互相挑對方毛病，錯嗎？錯，大白就會嚴格，而且嚴格張都在做作品出來。黑毛。這首我們今天基本因為 TPS 有個6條歌一首是理所當然，一首是今夜 tonight， 對不對？哈，這2首歌曲風差青島對，係啊，從今夜 tonight 來講。係因為吼，兩個人先下曲，佢曲下出來個詞到兩曲非常嘅 sexy， 所以下了條歌嘅詞情感，所以那個詞的意境呢，會分享一下嗎？詞的意境其實就是比較成人一點，對，然後比較你就會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做的。唐人你嘅轉戲之點，對，一下來唱給大家。對，因為他曲風，因為為什麼中滿咖啡按冇問題嘛？因為以前同吉條大追鼓嘅時間，吉條會講，有時候吉娜也會試着想要去寫詞啦，或是做什麼，但是你周天溝通你會給罐子聽嘛，對不對？那罐子就會給他意見嘛。有時候罐子就會說：你這樣對嗎？
下 Q 嘅时间，下 Q 给下次给汤姆斯给唔对啊，底波度下马给也给我没有办法校正，你没有办法校正，取的时候你就会给他影响。对，我就只能听他的那个，就是他唱的那个韵脚啦，或者是对去做点调整。下 Q 嘅时，像有上是，因为俺唔晓搞跟我不会玩乐器啦，所以下 Q 嘅时间，他就要把我的写的曲合理化。他把你写的曲，你可能你要用下4条歌啊。他说你这样写是4条歌，我要把它合理化。所以我们是鱼跟鱼饲料，不是鱼跟水。哦，不是鱼跟水，是鱼跟鱼饲料。哎，所以谁是饲料？都有应该是罐子吧。对，因为其实泰卡都迪哦，泰卡你听吉娜唱歌，你会吃到。你们做出来的曲非常的某雄勇，因为我按过，因为其实吉娜罐子，你们受西洋音乐的影响，青苔，对不对？你弹青豆给西洋音乐，差不多7郎到9郎，70到90年代到70年代到90年代的，对，所以也影响到你后来，不管是关内还是吉娜，你们在唱歌的时候，那个曲风，你们一定都会加入你们自己喜欢的按钮跟西洋的元素进去，对吗？就自然而然就跑出来，没有。因为你创作的时间，你弹嘛该音乐，你是不是写嘛该东西出来？那对，等一下有几分钟在弹到黑今夜 tonight 的按钮跟一个曲，可是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这个曲风？这个曲风哦，来给罐子介绍一下。当初其实构想其实很简单，实际是从一个 rap 出来听的。就是其实是一个这种东西的一个轮回，然后让我想到以前的那个 Earth, Wind and Fire 那个 Cool and the Gang 那个时代，所以加上那个，对，当初是一个这样 rap 出来，所以我没有想到它可以变成歌，然后是他在旁边哼，我觉得他这个哼起来之后，比我当初填的华语词，适合很多，所以是先有华语词。一点点构想，一点点英文构想。可是我发觉客语在这种乐风，这种类似有点 disco funk fusion 的东西下去之后，反而客语的韵脚很适合。真的很多呢，又 disco 又 funk 又 fusion， 真的是。我们就怕没事做。对，我们怕没事做。对，因为其实泰嘎黑公有弹过吉娜以前的这个歌曲的时候，也是都会有像 funk 按钮给元素进去。从一种转系这些童话 funk。对，所以其实我为什么会按钮们就会因为泰卡糖的狗口就会受到西洋曲风的影响很大，所以就像刚刚讲的，你们是先用按钮给 Q 风，然后吉娜在旁边哼啊哼啊，亚树狗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你再帮他填上哈嘎发给词，对不对？哈哈，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先来听一下，对不对？够多按钮你好吗？泰卡准备好吗？好，就来，准备好来咯哟。Do down down do it, do down wow do it, do down down do it, do down wow do it, do down down do it, do down wow do it, do down down do it, do down wow. 星空無伴的山，半夜又想到你。青龙蛮，不过这首歌你们那时候在原创流行大赛的时候，其实不是就一把吉他，你们那时候的乐器
哦，还有和音，还有和音，所以突然觉得，他本来今天说要带一个那个就是效果器 vocoder， 但是因为怕那个。没关系，我们在这里 unplug， 我们在专辑里面专辑体会对，我们今天是先释放一点点讯息的感觉，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会放在新专辑里面，好吗？好，而且不过请有意思，一条歌的歌名是今夜 tonight， 不过你不用都给转系低度，嘿，你们的 tonight 是不一样的 tonight， 就是 two。不是 one night， 是 two night， 所以这是你们特别的巧思吗？什么？贴一胸给，因为其实外国也有很多的，他们的专辑会写这样子 two， 它有很多的意涵，就是2还是 two 还是 too， 哎呦，都走的，可能用蛮凶。啊，你念嘅时间又会今夜 tonight， 也是今天晚上啊，糖迄个嘅姨妈系安用嘅感觉，错嘛？好，乡亲朋友吼，因为提起团是先糖到吉娜罐子，记得从来记得。马上随便到新专辑地图来提一条歌曲吼，前面是不经感觉到就会啥呢？糖下去，我爱读现场糖也是感觉很好摸强咯哈。大家先聊下你马才，因为等下转来记得还有很好都记得性改歌曲的，然后你甲乡亲朋友来分享吼，所以大家冇做开哦，等下转来讲。各位新朋友，做的有唱到吉娜罐子来都亚片同大家来分享，还是要讲一下恭喜哈！什么？就是除了这个我们说原创流行大赛有得奖之外，其实新专辑马上就要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同一时间有谁给的黑马改的，就是我们讲今夜 tonight， 哇，台港糖都真的是如痴如醉哈！不过亚团节目我一定要来特别介绍一首，另外一首就是得到首奖给狗你会分享一下？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其实太起给他糖豆两条狗的时间，大家对于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给表面上的意思就是会会感觉就会就理所当然就会按用啊。其实两条狗的写的唔系俩意思。哦，即係因為前6年可能我自己讀到一條事情，啊唔係輕翻譯嘅事情，給本來就是反思一下，就是反而會回過頭來想一想，是不是他這個對我親厚，也係對我親保養，係因為有愛這件事情。不過 Andy， 我們很容易就把這些事情，就是說，例如說 Andy 給父母親或者是我們的情人，他愛我們，我們會覺得是理所當然，但其實不是，就是包容我們，他們願意犧牲自己的一些事情，但是因為他們愛我，對，他們對你好是因為愛你，你可以因為理所當然這樣，我好像我一定要為你付出，所以我覺得當歌手很棒的地方，就是說就會講什麼樣的都有按鈕給感覺，按鈕給感受嘅時間，你們真的可以抒情於文字的創作哈，對不對？把按鈕給情感跟感覺，對不對？放到歌曲裡面，把自己的生命找一個出口。好好，講的底講的故事嘛，就是當時這首歌創作的背後的故事。有的，在創作的過程，已經就把他的一些經歷跟遭遇告訴我了，這樣子，所以他就哼給我聽，哼完之後我聽了。很難編，他向來只有這個反應。這是比上次還難。這麼多年下來還是這種反應嗎？吉娜有進步啊。對，因為他成長了。他很敢講。他說，因為我成長了，所以他的功力不夠，是這意思嗎？越來越難，越難完成這些事情。為什麼？因為吉娜有功過嘛，你有按佢感覺，所以你就先譜了詞，對不對？你就哼唱本跟那他。其實就是他這兩條歌的前半部分它是很快，但是後半部分就卡了蠻久的。後來是跟關聯一起討論，主要在編曲的部分，對旋律的方面，旋律的部分。因為吉娜有時候突然哼給你聽之後，你會轉押給嘛，對不對？然後你彈勾勾後，你就會補以不同的意見，然後一起跟他完成這首歌的編曲。對，所以你聽到他一開始哼給你聽的時候，你的一開始感覺就是你剛剛那種感覺，嘿嗎？就是翻白眼，白眼翻到對接去了。沒有白眼，是傻掉。觀眾朋友真的會誤會，你們這樣子沒有，其實吉娜她是哼得很不得了的哈，還輕腔給你這樣子，他也會誤會，好像說吉娜你哼這個按鈕他周的。不是。你是真心的，是真心的翻白眼。他會覺得哇，你這個創作，因為就如同剛剛說的，不會樂器，所以我會比較天馬行空的。可是你不覺得就會按鈕跟天馬行空，你才可以有一個不一樣的創作？你看首獎，第1名。對，
我有想到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心安了。对，所以这首歌的曲风跟刚才听的那个《今夜图》那黑完全没用。对 ，Andy 跟专辑底部度他是有做一个改编，他是做的比较拉丁爵士，像拉丁爵士的慢歌。是专辑里面专辑底部度。不错，他真的很期待哈，有准备好要来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啊，走的，先冲一下，先冲一下。好，走的嘛，走的来哟，来哟。春吹一送温暖的树，不爱一张太太给拥抱，做的梦，一直就安永，你的呀比等待，记得该你盼望，总係會帶來到希望，理所當然簡單的話，佢唔係自言語言，因為愛故所長比你小。理所當然。好像放 CD 哦。CD 的弹得更好。好，抱歉。因为 CD 有请一个古典吉他的大师帮我们编还有弹。你说真正在 CD 里边读。你这样子把歌内放在哪里？哈，是歌内要求的。对，因为他原本的构想就是要那种很拉丁爵士的东西，那东西我弹不出来。那老师真的是厉害。谦虚。不过真劲哦，吉娜，你刚一开口的时候，我想，哎，怎么又放 CD 了？你那东西从天从没。不过真劲，好棒哦。对，因为这首歌你看，真的那个味道就完全没有，你弹一个感觉好舒服哦。那像我们有可能会下起个故事，其实会比较投入一些情感在里面。那像唔黑哦，唔黑哦，你每首歌都这样哦，真的，每首歌都有我的故事。对呀，你上张专辑把灯关上那首歌，对我真的也是唐毅了，给史杰真的黑给马皮就会那种砰砰黑低嘛黑啊，不过亚拜感数就完全冇用。不过说你亚这种转型同上一张专辑，这个完全不一样，冇用。对你，英国黑讲两种专辑底部度，它是更贴近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旅程的。像上一种专辑係因為差不多2013年到2016年嘅時間，就是有參加一些比賽嘛，然後有一些作品的集結，那是較冇共用嘅，因為上一張專輯可能有一些歌它有一些主題性。兩種專輯底部度下都很愛情啊，因為我想要很誠實的寫出我們自己的生命履歷。
好好，所以这一张专辑对你来说，这是吉娜的听一种嘅客家话嘅转型，所以这一张专辑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你比较是从头开始酝酿，对不对？就是说整张从零开始那个构思某 K， 就像你上一张专辑，可能你会因为听一种嘛，可能有某 K 嘅歌曲啦，你就会去收录啦，然后就差不多量差不多了，然后就直接出专辑，量差不多了就出一张。不过亚总就冇用，不说雄心朋友，糖豆嘅踢一条狗诶今夜 tonight， 当然第二首歌力受董演都会在这次的新专辑里面本泰嘎糖豆。哎，那其他的歌曲，哎，前面2首就这样了，那里面剩下的。其实两种专辑底部度哈，4条歌有4种风格，冇共用，真的不一样，全部冇共用。还有什么风格？别人讲，还有像我们找了很多其他老师合作，是，像没有找一个声乐老师，对，然后在里面有做一个有点像，有点悲伤，不过有点相送那种。像还有底部度没有2条翻译歌诶，有一条咯星辰，嘿，我老一张我嘅好朋友。然后同志朋友他在聊他的一些生命的故事当中写下来的歌。对，对你来说，对你来讲，你下给华语的词同客家话嘅词，因为韵脚不一样啊。有时候你知道，你有难怪那个观念会觉得很困难，有没有？因为你罐子，你会不会觉得，因为你在做编曲或是谱曲上面，它还是有那个韵脚嘛？是，对不对？比如，所以我在听的就是只有。顺不顺音乐的部分，顺不顺？反正我就音乐很顺之后，哎，那个吉娜你自己顾好，自己写进去啊，唱起来。这我真的帮不了他。对，因为真因为泰雅可能某料跟意思系嘛，共识才把你真会冲的时间，客家话很有客家话本身的音韵在里面。对你唱的很好听，我们中唔讲你会飙一些，飙到在曲里面，它那个韵脚。其实还是某种程度，不过像下客家歌的时间，那会用清凉之后用客家词，一想，有些是文读的，就是去想，然后尽量去贴近，用原始的母语去发想，用原始的母语可是一想给感觉。不过有场是想这些，将来满欣赏讲用讲做唔得啦，客家话冇人用讲，不过大家认真去创作就对了哈，还有嘛个故事做呢头。老大家来讲，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来讲。好。当然，伊就咧邀請到今仔罐子來到聊片，然後大家來分享哈好開心哦，親粉絲哈，都亞邊聽了2首歌獻唱平常是糖果要給錢的，要付費的，對，要付費啊，大家傳導真勁基本上真勁係傳導哈。不過這一段節目裡面，其實同大家來講一下，這個就是你們去年嘅原創嘅作品集，得獎作品哈。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的歌曲都在里面。不过喊卡重要给这里面有你们2首歌哦，用条歌哎，有他给理所当然，然后今夜 tonight。好，今夜 tonight 在第2张 CD 的倒数第2首，好，理所当然是第1张 CD 的第2首。唔过，我来讲的事情，黑马该咧糖果。我们在这里面听到的理所当然，跟你马上要等出新专辑的理所当然，给歌嘅曲风、编制、编曲有的冇共用，非常嘅冇用，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对，好。2条，他突然看我一下，看我一下，你们2个真的请等一下，因为吉娜说好朋友来，关你说，好，我看谁先说都可以，你先说也可以啊。好，在理所当然这个曲子的吉他编曲上面，换了一种不同的风格，是因为我们找了一个很高强的吉他老师来替我们古典吉他大师，是 Roberto 老师，而且介绍 Roberto 一定要卷舌哦，因为你动点一定要 Roberto， 超，Roberto 起来跨刀帮忙，是的，帮我们重新编曲，然后让他就是像从国外回来留学回来的感觉。哎呦，唐贡跟Roberto 欣赏。糖豆，你们这首歌也是他觉得自己也很兴奋要参与从对，他还蛮喜欢这种，就是比较少人做像拉丁爵士的慢歌，而且又从客家话，从客家话，而且对给了讲应该没差，而且又遇到我们客家的铁肺，铁肺有没有？糖你冲过有觉得很不得了吗？有没有哦？
是你唱的吗？啊嘿哦，你真也要讲，真的，是你唱的吗？他华语讲得很好，老师华语讲得抽。不过真的，因为第一拜安永遇到安永给 C 某一个客家歌手，就遇到这样的铁肺歌后，有没有？哦，他就觉得也很开心。我听说前面有了 Pesa 合作过，那边唔低啊，罗贝多老师的生意很好。是真的。对，不过董野青粉艺要不要有新专辑，对不对？我手上拿的是已经产生的这个合集。不过给不给董野还是要来讲一下你的新专辑就在这边哈，大家会知道怎么是一张图而已哦，其实有2张图，其实快要出版了，对不对？不过我们先讲这次的封面设计也是特别不同，TPM 某用。音乐里两百，这次构思其实它跟歌曲是有连结的哦。然后我们是想说用那个有一个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然后我们的这个歌立寿董演他有一个专辑有一个副标名叫做 Gina's Can in Wonderland， 就是吉娜罐子梦游仙境。哎呦，所以 Annie 就是全部化身为里面的一个角色。哎呦，所以我们这个烧该一下真给，而且是特别请插画家来帮你们画的。对，害我还以为是国内发，我吓一跳。我想说按 boy 周的可以画这个，我们就不用唱歌了吗？来，我们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意思的。对对对，像这个最左边这个一颗蛋，他是里面的蛋先生，他是我们的贝斯手。是，对，就是爱丽丝里面有个角色叫一颗蛋，对，他叫弹弓。是你们的贝斯手，贝斯叫大弓。你确定贝斯手有同意你把它化身成这个角色吗？没有，我们没有在管他们。哦，没有哦，哎呦，还要抽。他在吹的这个叫迪菊一度，因为我们的贝斯手他也是吹台湾在吹迪菊一度管子算还不错的啦。然后挂在树上绿色这个，它是梦游仙境里面有一个柴郡猫嘛，这只叫阿明喵，他是我们的吉他手。哦，你们确定吉他手有要让你们同意连？没有，他们都还没看过，我们决定要给他们一个冲击。他们看过了，就是你们就是长这样。然后这个在后面帘幕后面这个，他是红心爸爸，他是我们的吉他手，台湾族的巴隆隆。请等一下。然后那一堆纸牌就是鼓手很忙，他要拿去养乐曲，就是纸牌城。哎，真劲！所以冲优这很亮傻啦。真的，主角在我手上。那个兔子是罐兔。罐子兔，然后那个左下角这个是阿吉斯邱黑矮，吉娜还太搞宽的 T 咋这就你啊，我长得一模一样。可是我跟你讲，真的，这里面真给黑你最等一下，真的吗？最可爱，你看，你看我不故意的，还吃豆芽插画老师蛮有一些偏心，跟我白兔给就会主唱啊，对不对？你跟关键你也不能抱怨，因为你这么大，你在这里，对，可是我是反派啊。他是从良，他是从2到3，因为他把这个坏蛋变成好人。其实你有糖豆某给公给可以反派，其实他心里有介意耶。对，有。如果不介意，不会在节目暗涌供出来吗？我好喜欢当反派。内心的负能量，当暗涌你就跟我衣服一样黑，腹黑，内心很暗黑。不过珍妮，这是我们这次新专辑的这个插画风，对不对？哎，你们这样拿2张图，这样我真的被你们弄得心痒痒的，很想给宽豆都带很用。对啊，对不对？而且太高有共豆压低度，新专辑里面青豆给狗 Q， 其实就像刚才讲，理所当然压缩狗，其实有重新的编曲，所以鼓手被真给某 Q 用，非常某 Q 用。而且其实公司才发，因为其实亚黑吉娜可以听一种给专辑。其实我们都知道，吉娜一开始还中曼被公你受流行西洋音乐给影响很深。一开始你从青豆给英文歌，你唱英文歌唱的比哈嘎歌还要抖，冲吗？抽啊，哈嘎歌妹就2张专辑。不过你第按有给创作过程底度，你也是重新学会哈嘎法做这样歌。其實細個時節會講一些些咧，嗰當時老阿公阿婆強下大，不過老人家是講成19咧，差不多22年，就清9唔是講。啊，你講一下嘅爸爸嘅感受係用。那爸爸沒冇嘛嘅感受咧，佢自己客家話。沒有啦，我爸他們就是做肉vụ嘅時節會講啊，講客家話。其他啲副卡冇嘛講客家。因為你一開始從狗嘅時節係西洋歌曲嘛，對，然後吉娜其實對某種嘅地方有駐唱嘛，對不對？你有駐唱冇？不過有嘗試去外面做場，從尾牙那一類的。從那爸爸。对你後來要唱《客家歌》嘅時候，爸爸有沒有覺得很驚訝？我爸應該從頭到尾都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我爸爸那样用，不过他就是一个很开放的老人家。其实会想讲，不管爱做嘛该给非常，他们就是很支持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子问，你知道吗？因为上一拜台港留洋给时间，我们录那个另外一个音乐节目《大声麦克风》。那一次其实跟他有从青岛给国的七家给国的也好，然后其他给客家国的也好，那一天爸爸有来耶。有。而且你知道爸爸来带多少人来吗？超多的，做了1/3吧。千岁粉丝团，对，真的，因为那一天我在那一边，然后我就胸口，哎呦，怎么有吉娜的粉丝啊？我真的，我很怎么会有粉丝？全部进来，不是，哪一次还没讲完，是结果是一个中壮年男子，来供给按钮你阿爸，就吃到青杠的，你们不要太快解读我的话。我说，哎呦，怎么有一个中壮年给谁来引来一个时间就说，我说哇，真的，我真的好感动，对吗？我说，这边坐，结果后面来了不是一票，你知道有20个20都是高啥可能有啦，20差不多，那就想过，这好像是那个带团有没有？而且旅游团来，给了都鸦片给时间，还还帮我招呼大家，有没有？太嘎愁啊，有没有？那就知道那我爸没说阿飘狗。对，后来泰嘎就同来讲，你迪莫给黑吉娜给爸爸，他说啊。我真的觉得好感人哦，而且古时候因为给你留样给时间，因为舞台的变化方向很多，你就看到那爸爸真的那个头转来转去，有没有一直在寻找女儿的身影？对，然后拍手拍得特别大声，对，所以那一次算是爸爸听100。比较正式的，比较正式。他回去有在跟你说，他那天听完之后觉得你真的情迷回眸，还是他还是不知道你在干嘛？他知道我在干嘛。给他朋友啦，其实讲，给吃到非常的有面子，他觉得很有面子，好感动。对老人家来说，这件事情真的，你有想太家可能就提供吉娜要冲狗不过按到爸爸的朋友那一天是第一次谈到讲，先从冲狗按用震撼的嘛，连我们房东都去了。真的。那这样以后房东那是要付房租那一种，对。那有打折吗？以后没有。但是缴房租他会拿菜给我们吃。对，接下来未来有没有该规划吗？今年突可能会有专辑发了以后会有一些专场的演出，哇，然后可能应该会有一些海外的演出，非常期待，好棒哦！把我们客家音乐带出去，耶！不过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同大家来告一下哈，暗后堂给狗 Q， 大家可以直接得到这一张，就是关注，对，这个昨天佛希罗的一个脸书就是面熟，对，你要出一下题目吗？好，这是那就请观众朋友来回答一下，是第几届的原创音乐大赛？好，第几届？第几届？对，第几届？不要加起来哦，是单独的哦。所以，黑公兄妹有，我们送1张嘛，对不对？哈，我们送1张，哈，一种。太讲黑公有兴趣，太亲有兴趣哈。你不还有抢秒？很想要得到安永的转心哈，记得加来福气的脸书留言哈，第几届？嘿。你就周队了，请简单。真紧好，所以今天真紧请感谢，谢谢国内的都要品种太高了。不过这个张专辑正式发行，要再来跟大家分享，按周队吗？好，没问题。周队吗？周队哈，好，感谢，拜托让我上节目。我们好担心没有节目可以上。好，谢谢安子 C 哈，用心朋友，今天看到你还为大家是有东方，我们个天天下来大家来做认同嘞。